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，爱甲心肝底依偎。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猜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忘。对你的思念，掺着淡薄亏欠，因为我知影，咱真正无同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忘。对你的思念，掺着淡薄感慨。若爱情是幸福的所在，爱情是幸福的所在。英子，柯建人伫倒哈？柯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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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清醒，柯建！刚刚那个油啦。还有心的？没人做，没人做，张大哥，张大哥，你甲我讲没人做，有救，我拜托你救伊啦！你较冷静的啦。咱两个人嘛无法度跟伊去哩。无安尼，你留来陪伊，我的茶嘛留予你。较水若精神，你着饲伊啉，也毋过毋通互啉伤多，知影无？等我转来。柯建，张大哥，看这里啊！来救我啊！加快，柯建的检验加快。伊伤啊真严重，所以即马袂用刷叮当。我咧看吼，我落山来去找救援。好，我跟你去，我跟你去。那你咧？唔免啦，恁两个人先转去营地，将这边发生的代志甲向导讲。柯建有新人那个照顾，应该袂有啥物问题啦。就安尼，咱两个营地集合。好，啊，你看这里哦，你们赶快。哪会安尼啦？行，柯建，莫搁叫啊，行对啦！啦，我要拉你家在柯建，你莫搁闹好不？我要等你啦，我要等你啦，柯建，柯建。为什么伊身躯拢冷叽叽？哪会安尼呢？妈，你敢有看到阮？假使你若是看会到，你一定要保庇柯建，伊袂用有代志，你绝对袂用有代志，妈。柯建，是嘞，我实在是足戆足戆的。是安怎？你甲我表白的时阵，我袂用将遐什么恩情道义全部抛在脑后，勇敢去接受你，大胆去爱你嘞。柯建，新兰，这是新兰的声。新兰，柯建，
谅我，因为我的懦弱，害咱浪费足多的时间，伫咧赌气甲误会顶头。我真是足戆的，就算讲我看安怎美丽，我嘛没有办法躲过我家己的内心啊。你敢知影？我若是接受着咱最后相处的迄段日子，是遐尔啊搞激气，看对方的眼神是遐尔啊怨愤，我的心都足痛，足痛。可谦，是安怎？是安怎？我的头会这么痛，目睭拢闭袂紧。紧，我要伸手甲抓掉的，我要伸手甲抓掉的。可谦，可谦，可谦，你真神啊！可谦，可谦，你真神啊！可谦，可谦，可水莲，可水莲，可谦，你真神啊！你总算是真神啊！感谢天公伯啊！感谢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可谦，我总算有机会亲嘴对你讲。你爱撑住哦，你一定爱撑住。你相信我，我对你就抓。这遍我一定袂阁让幸运的翅膀白白的飞走。我真正真信啊，我真正真信啊。既然无法度互祝福，是安怎咱无要把握每分每秒去爱呢？新兰，新兰，你先莫讲话，请保留一点体力。你听我讲，可谦。张大哥已经下山去求救啊！真紧就有人来救咱呐！啊！新兰，我一定要甲你讲，我爱你。我嘛爱你啊！你知影无？这句话伫我的心内已经藏足久的啊。也毋过你的拒绝，我足惊的。我是一个爱逞强的人，平常时又搁爱面子，也毋过我却无勇气讲出来。我知影，是我唔好，拢是我唔好，我无勇气去面对你的爱。可是若唔是我。你今仔日嘛袂出意外，拢是我害，可钱拢是我唔好。毋是，若毋是这场意外，我嘛听袂到你的真心话。你知影无？我真是足欢喜，真是足欢喜的。这句话藏伫我心内已经足久。你知影无，新兰？我嘛是同款，可谦，我就抓，以后我一定袂阁再多撇这段感情，我绝对袂放弃咱这段感情，永远都袂。就算我爱我死，我嘛要甲你斗阵，我死拢要甲你做伙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真正就爱你的。你搁讲一遍。我爱你，无够，搁讲一遍。我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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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你。新兰，你知影无？听到你这句话，我一世人嘛有价值啦。我，你莫安尼讲话好无？你敢不是已经真心过来？
你清醒过来就好啊，无代志啊。可倩，咱两个还阁有好长的未来，咱还阁有足侪代志还未去做的呢，敢毋是？你一定要撑下去。若无你的日子，我真是毋知影要安怎过。可倩，答应我，以后若是无我的日子，你嘛得坚强，勇敢的活落去，好无？可倩，你知影无？阿妈捌甲我讲过，人常常甲幸福擦肩而过，因为因你画出来幸福的形状。等到有一天，你得到真正的快乐，愿意为一个人付出你的真爱，你就会认出幸福的形状。今嘛，我嘛认出什么是幸福的形状。画图就敢若是翕相同款，先取景，对这个框框看出去，伊直看到你上介介意的，安尼就好啊。可倩，你莫离开我！可倩，可倩，你清醒啊！可倩，你不应该离开我，你不应该！可倩，你清醒！可倩，可倩！妈，去运动回来啊？系啊，今仔日较晚啦，啊，都囡仔拢无伫，我想讲无代志，加运动一下，啊，甲朋友开讲啦。早早起啦。囡仔才出门2天尔，你开始咧思念因啦吼？是啊，我来感觉讲已经去足侪工啊。啊，是是要转来？去2天就转来啊啦。哦。老太太，啊今仔做番薯糜，你要食一碗无？番薯糜哦。哈，我想我也是较习惯心兰甲客卿甲我拍的金利汤啦。哎，我会晓拍，我来拍。没，你昨甲我拍一杯吼，迄气味毋对。我想吼，迄金利汤会互你拍甲变无利汤哦。哈，电话来，我来听。妈，看起客卿甲新来若是无伫厝，你真袂管事哦。迄当然袂关系啊，因为我即马吼袂用无因的啦。啊无，你先食，我来拜佛。好。头家，电话要找你的啦。好。喂，是，我是刘克谦的爸爸。啊？克谦无说是无咧山骹。经过来这边啦。新兰，客厅去忙啦。我来了。你们坐下。新兰，客厅姨。
安怎？伊真好啊，伊真是足寒的，足寒的。你看，我拄则搁替伊生活取暖，只是即马火花去啊。张大哥，你甲我斗3工好不？你甲我斗3工啦，张大哥。无效啊！是安怎？你真是足寒啊，足寒的。你替我将伊的身体暖起来好不？客卿已死啊！你话别讲，伊无死。你拄则搁甲我讲足多的话，伊搁对我笑，伊搁会流目屎，伊哪有可能会死啦？你话别讲，张大哥，你甲我斗3工啦？你帮他取暖，你甲我斗3工。我来接。应该坑走啊！你要从啥？你要从啥？打反对了！快去！快去！你是安怎要甲坑走？是安怎？快去！唔对啦，唔是安尼啦。你话安尼唔是讲客卿甲受伤，迄电话你接的对无？你讲客卿受伤了尔，唔是安尼啦。你话，咱来找咱后生客卿，咱来找咱后生客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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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客卿。小心，迄不是客卿，客卿搁在后壁，伊还爬无着天，你袂黑白颠倒的哦，你袂黑白颠倒的，有听无？你是来找客卿，客卿呢？客卿呢？姐姐。
柯清呢？伊是毋过咧后壁？啊？伊搁咧后壁对无？我的柯清呢？柯清。柯清，柯清，你莫骗妈妈，你乖，你坚强，你莫骗妈妈，你坚强，你就乖，我就乖，柯清你坚强，我妈妈乖，柯清，柯清，你假啦！我叫你假两下嘛！你敢叫妈妈？妈妈，你叫妈妈！你叫妈妈！你叫妈妈！你我放下你啦！你叫叫妈妈，你叫妈妈！我放下你啦！再叫死你，柯清啊！我死你柯清啊！妈妈，阿妈一定在厝听候咱的消息。我恐惊伊老大人若是知影这个情形，伊会袂堪忍。所以，确定你若是看到伊人，你先莫照实甲讲，叔叔会另外找时间再甲讲。也毋过我是要安怎讲啊？你啥物拢先莫讲。叔叔会甲阿妈讲，你即马当下吓惊着，啊你人真忝。你需要休困。也毋过，阿姨还伫咧病院吊大肠，还佫有客车。这你拢先莫管啦，叔叔会来处理。你话啊，啊你讲要拍电话转来花也无，我等下急到，柯清即摆是安怎？妈，是的啦，我毋是挑故意的。啊，伫山区内底哦，电话根本都敲袂通啦。柯清哦，风救落山啦，啊，大家赶紧咧甲急救啦，已经送病院啊。你急救哦？啊，到底是倒一间病院？你紧带妈妈来去好无？妈，你先莫遐尼着急啦。哪用讲莫着急啦？柯清是我的孙仔呢。我知啦，但是伊即马哦，搁伫手术房咧动手术啦。你手术？啊，是安怎爱手术？啊，伊的头壳小可有着伤啦。啊，医生讲哦，手术搁需要一段时间啦，
所以就算你即马人赶过，嘛无路用。伊也毋过你放心啦，阮伫遐咧照顾伊，新兰嘛伫遐。明子因为伤过忝，我先甲送转来。先线我摕一寡客签的衫过。你话？妈，你免伤过烦恼啦，我想应该会无代志啦。你卖入去，伊即马骨本，你毋知影？拄则我家一费了好大的力气，拢无法度替伊将衫穿好。可姐，新兰，你卖入去，新兰，你入去也无多斗3工，看人加艰苦的尔啦，新兰。可姐，新兰。我入去。妈，是的啦，我毋敢甲你讲老实话，是我惊你袂当忍受这个痛苦。恁拢莫哭啊！恁大家拢莫哭。安尼可谦的行袂开家。我要去来甲念好，互伊好好离开这个世间。明子啊，因甲我讲，柯检出代志进前是甲你做伙，是毋是安尼？你甲我讲，我想要知影当时的情形，是毋是因为你两个脱队，柯先使得出意外？谁甲你讲的？你先莫问是啥物人讲的，你老实甲事实讲。柯先是毋是为着要等你，伊要照顾你，所以恁才会来脱队，为着你，伊才会来发生意外哦。为什么是为着我？哦，我知影。这都是新兰，是新兰甲你讲的对不对？
想拢袂讲，自从克谦要带我去登山开始，伊就一直怨叨我。新南跳沟伊袂教我打包，伊嘛袂教我什么登山的常识，害我伫个压力就闹开咧，害克谦无欢喜，连登山之前因都冤家呢。还佫来咧？我佫来新南就太久要害我，伊欺负我。克谦受不了伊一直找我麻烦，伊才带我脱队。你后面慢慢行。后来，我就愈行愈吃力啦。到尾啊，水嘛啉了了，天嘛暗飕飕，可是伊就心浮气躁，伊就一直讲，早知影了无欢喜。就莫来登山啊！就希望即摆当转去厝内面。后来伊的无细力都搬落去啊！总讲一句话，可见根本就是新人害死的。你乱讲！一杯讲话啊！你出来害死！你后面就是跳工的，伊跳工的，伊带带伊老母来折磨我，你让我去哪来啦？你去死！你想个老汉快点害死！是你让害死的我，你让你去死！别死了！你去死啦！你让我去哪里来？干谁？对你甲无啥的恩情是。文啊！你是要说什么呀？阿文，阿文啊！你是要说这无良心啊！阿文，新人这嘛无好过呢，伊的伤心状况甲咱拢同款啊。你的伤心状况是我先做老母缘着。7年前，伊让我未出世的囡仔害死，我就应该赶出去啊！即摆竟然连我的个性嘛叫我害死啊！我的个性叫伊害死啊！你若死出去，你若死出去，我一世人拢袂看着你；你若死出去，我一世人拢袂看着你！啊！你想什么？别动我！下！小姐，别我！你给我阿香，你阿香跟我来，我死你再来看。
写，也写甲我来。是安尼，大家讲。小姐，为着我活这个世界，也无啥物意义啊！小姐，无唔对，阿姨讲了无唔对，可真是我害死的。我简直都是天地不容。我走，我马上就走。小姐，较紧的啦，伊的物件拢我摕出来等等落去。好啦，我你等啦，你摕啊啦，你摕啊啦。较紧的啦，好啦好啦，你换落去。醒来，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若死出去，你这扫帚精，你害我老体，连我唯一的后生嘛叫你害死啊！你若死出去，我这世人都无法度原谅你。阿姨，你是在讲什么？无人害死客谦啊！客谦是家己失足摔落去的呢。名字敢无甲恁讲？谁要怪新人？甲新人一点仔关系都无啊！阿妈，刘叔叔，恁是安怎拢唔讲话？敢讲恁嘛相信代志是安尼是无？唔是安尼啦，名字是安怎甲恁讲的？你哪变个这么无理智？淑玲，你莫搁讲啊啦！阿妈甲阿姐，伊嘛拢已经心力交瘁啊。假使你真是想要甲我斗相共，你紧过来甲我斗收物件。即马只有我离开这，因才有法度得到平静。淑玲啊，这个家即摆已经乱七八糟啊，新兰是毋是当暂时吼？刘叔叔，我知影，我会甲你斗收物件，带去阮兜。淑玲，多谢你，麻烦你甲恁爸爸妈妈讲一声，麻烦伫恁兜住几工。阿妈，你唔通安尼讲，新兰是我上好的朋友，即阵我无甲斗相共，想要甲斗相共。你放心，阮爸妈迄边无问题。一切再拜托你了。什么叫做爱莫大于心死？当我踏出老家大门的时阵，我心肝内真明白。从迄个时阵开始，我甲因中间的缘分，就亲像客谦的性命共款，从此烟消云散。哇，你较细致呢？哈，你手还去画图啦？哦，
哎，恁莫翕啊啦，叫恁爸来翕啦，哈，恁爸咧？哦，搁伫楼骹哦。哦，唔知你做啥？无啦，同意。哎呦，夭寿哦，碰到。对啊，真老笨，真老笨。哎，囡仔伫遮爬悬爬低咧，哈，啊你啊，危险甲安尼，手爱去画图，你啥？爬是爬是偌危险，爬山都无你惊个。怀啊，嗯。怀啊，嗯。莫艰苦啊啦，啊，搭出这种意外吼，嘛毋是你的唔对啊。你著莫艰苦啊，你莫安尼遐失志的，妈妈看偌唔甘咧。敢若你唔甘尔，我嘛足唔甘的。哎呦，你免烦恼啦，我真是无代志。啊？无代志就好啦。哎，你看，阮小弟外华面子哈，互咱一个起家吼，啊，搁互咱一个店面。这么诶，啊，恁小弟互咱啥货哈？好，拜托诶，你喊你介恁小弟，你叫恁小弟就好，叫我要创啥？甲你是讲啥话？哈？啊，就互咱面子，就互咱面子啊！你啥？妈，我拢七星期啊，我想要出来一个。啊，要去倒？登山协会。哈？你要去爬山？无啦，我是想要来查一下队员的资料，探听看万一当时出山，上无我嘛来念一下香的啊。应该啦，应该。啊，你较早转来咧。好。好。搁加一个爬山硕士。你看，过2天迄个刘立伟因后生要出山无？啊，听讲嘛是爬山去硕士的。爸，你讲迄个刘立伟因后生叫做啥名？刘克谦啊。我要找人已经找到。啊那，你捌伊哦？即嘛免找啊。啊，这拄好好啦。阿姐，阿姨，无闲到这我才转来。志坚，这阵仔互你辛苦啊！阿姨，我一点仔都袂辛苦。我甲克勤从小到大都甲咱兄弟仔同款，我真愿意为伊受力。之前啊，过几2天就是克勤的告别式啊。阮这爸母的袂当在场，克勤也无兄弟姊妹啊，所以我甲阿姨咧想讲，你是毋是愿意来做阮老家的代表？我当然愿意，只要恁不嫌弃。嫌弃？阮来世都写落袂赴啊！无阿姨，我即摆看到你，好像像客气搁活伫这个世界同款。我都需要你的。拄则恁刘叔去找恁阿舅，希望伊会当同意讲，收你做阮老家的客囝。也毋过，我嘛爱尊重你，毋知你有愿意无？我是希望讲，你来，安尼名分较正式。之内，阮希望你知影讲，这个丧事过了后，阮老家也是随时欢迎你来啦。你敢要来？我会来。我知影家己无克勤遐尔好，我知影家己永远无法度代替克勤，也毋过我愿意代替伊，做一个后生应该做的代志。客卿，你有听到无？你有一个这么好兄弟，你有听到无？客卿。
躬，加速打理，一鞠躬，加速打理。你等下。阿峰啊，阿板，多谢恁报讲来呢。听讲恁即摆住伫台北晓？是啊是啊。多谢啦，真算我很能去专工赶过来。应该啦，你莫安尼讲，我一定会来啦。阿妈，阿妈，说，这安尼。接啊接啊。这位是？哦，这阮后生俊华啦。刘叔叔，这还顺便。无，阮即摆念香啦。阿嬷，阿姐，阿姨，你来创啥？我来甲柯倩念香，念香了，我随走。你若真袂见笑哈！我来讲过啊，我一世人永远拢袂看到你听无是？念一个香尔，不要紧啦。伊无资格，伊无这个资格。是啦，人遐尼真歹看啦。歹看，我后生拢无条件歹看。你爱民主是？你要赶我走啊！你要走，你要往下走啊！阿妈会甲一家己宽告你，我知影柯倩若一走，你真紧就离开我。担当，我带你我咯。你今日变记者，你聪聪明明好彩头。哎，拜托诶！你摆过你还是嘛？看妈妈的，妈妈甲你叫我看。卖，你怎么人变做有诶无？吴教授吼讲了无毋对啦，这个张俊华确实有才华。伊为的图吼，毋但是谨慎，而且还阁有这建筑界吼看袂到的创意。我若用这个人吼，就一定爱较细腻，较免伊将来的光彩吼赢过我。想要再相逢，想要再相逢，怀念着彼段心痛的恋情。真心对待，不应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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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托家人讲，予你知，阮对你深深的爱，所有的阻碍，所有。阻碍，挡袂着夜夜梦甜蜜的恋情。咱两人重新再来，搁一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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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托家人讲。阮对你深深的爱，想要再相逢。